我哋要培養嘅係獨立思考嘅學生，係具有創造力同埋責任嘅未來公民，係懂得善用科技而唔係被科技操控嘅一代。喺人工智能時代，教師嘅角色係唔會被取代嘅。科技可以協助教學，但係無法取代教師對學生嘅關懷同埋引導。可以提供數據分析，但係無法取代價值嘅塑造。王錦輝中小學貢獻的不僅是某一點、某一方面的教學理念、策略、方法、技術，他建構了一個育人的王錦輝體系，以全面育人為核心的辦學體系，這是他最重要的貢獻了一個體系。所以人工智能的改變，它也不是點狀的、局部的，它是體系化的改變。怎麼樣的學校才算真正迎接 AI 的時代？它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引領變革、推動發展，不懼挑戰，努力創造卓越。我哋要對知識有一個渴求，我哋有一個不斷探究真理嘅精神。當然，我哋係需要有一個嘅批判嘅思維。咁我會建議未來或者而家學習模式咧都要改變啦，學生要更加積極、更加主動去發問，叫做 active learning。學生點用 AI 去裝備自己，有咩學習嘅目標，然後走出去嘅時候 AI 點樣去幫到佢哋去記錄自己嘅學習，去點樣分析自己睇到嘅嘢。我覺得呢個係學校要教學生咁樣利用 AI。最緊要係有一個叫成長型嘅思維啦，確保同學仔有呢一個好奇心，去不停刺激佢去同 AI 有一個對話去學習。我希望學生能夠記住未來嘅一個說話，就係以不變後萬變，掌控 AI 而唔俾個 AI 控制。機會係留俾準備好嘅人啦。人與人嘅交流係非常之重要。知其強，守其弱。AI 俾到你嘅只係一個輔助嘅工具，佢唔可以幫你做決定。真正需要啲乜嘢溝通嘅技巧啊？譬如呢啲嘢咧，係 AI 俾唔到你嘅嘢。要識得質疑 AI， 同埋俾 AI 一啲 alternatives， 將唔同嘅方案做比較，咁樣先可以得出一個最好嘅結果。所以其實將來喺人工智能同學生嘅學習結合之後咧，學生更加需要咧攞住呢個機會嚟到去學懂學透嗰啲學科內容，而呢個學懂學透咧就可以發展學生嘅思維能力，讓自己係更加聰明。